在要开始进前，咱先简单来介绍帕库这个语言的资料。这个语言是电影影集《Land of the Lost》失落之地内底帕库尼人所使用的语言。伊是由语言学家 Victoria Fromkin 所创立的语言。Victoria Fromkin 对大家来讲应该真熟悉，因为语言学的经典的教科书《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》这本册的第一个作者就是 Victoria Fromkin。但一个咱要探讨的是这个语言的同音、单数、复数的形态，甲母音片音化的问题。伫这咱要注意一点，语料内底字母顶悬有两种符号。对倒手边撇落来，代表是同音；波浪的符号代表片音。这是题目。第一条问讲同音敢是有法度预测？若讲会使，安尼伊的规则是安怎？第二条问讲对母音来讲，片音化敢有变异性？就是讲母音是毋是有片音，还是无片音？敢会影响到词的意思？请你说明你判断的根据是啥物货？第三条问讲帕库语的复数形态是啥物？写做啥物款？大声的第一步，咱甲每一个单字画出伊的音节。根据观察，咱会当知影讲，这个同音是会当预测的。因为因拢出现伫落尾算来的第二个音节，就好亲像红色标示的所在。过来第二步，咱要来判断讲片音化这个属性敢有变异性，所以咱要来语料内底找看有最小变异组 （minimal pair）。刷落来，我甲倒手边的语料内底所有片音化的母音。用红色甲标示出来。根据观察了后，会当发现讲，咱找无任何的最小变异组，通来证明讲，这个母音的片音敢是有变异性。也就是讲呢，一个母音敢有片音化，是袂改变到这个词的意思，而且咱会当真清楚找到一条规律来预测讲，伫什么款的语音的环境。会产生片音化的母音。第三步，咱要来找出片音化母音产生的规律是安怎？对语料内底，咱会当看出讲，所有的片音化母音后壁拢有接一个片音子音，而且咱将片音子音用蓝色甲标示出来，所以咱会当有一个结论。片音化的母音毋是一个有变异性的属性，因为咱会当预测讲伊当时会发生。若是一个母音后壁有对一个片音子音，安尼头前的母音就会被片音化。第四步，咱要比较语料，找出名词的单数、复数，因的规律是啥物？大先，我甲这份语料内底所有的名词拢摕出来看，甲因分做5组。每一组有2个意思同款的名词，一个是单数，一个是复数。根据观察了后，咱会当发现讲，第一，咱只要甲这个单数的名词的字尾加上一个呢。就会当互伊变做是复数的名词。第二，这内底有一个例外，就是黄色的 C、D 这组，伊就爱甲单数的字尾 O 摕掉，搁来加上呢，安尼就是伊的复数名词。另外，咱阁有2个额外的发现，也就是讲，第一点，一个名词伊若加一个呢。变做复数的时阵，根据咱伫头前第3步的结论，因为这个是一个片音子音，所以伊会甲头前接伊的母音片音化。譬如讲，呢伫遮，所以有会变做片音化。伫遮
偏音化的母音，咱用青色的来标示。另外，加这个呢的字尾了后，根据咱伫头前第一步的结论，动音的位置嘛会对咧改变。咱摕 E、F 这组名词来做例，伊的动音节落伫落尾算来第二个音节拍顶悬拍鼓，加上呢了后呢，伊的动音节变做落尾算来的第二个音节酷拍酷呢。